是大诶王，赢过拢总诶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诶声，就毋通硬恁诶心。亲爱兄弟姊妹，即时咱做伙起立来学乐上帝，请咱献开圣诗第27首。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听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做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咱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时，请咱来掀开启应文，启应文第3篇。会众请坐，即时咱来掀开启应文第3篇。伫信息后面第4页，启应文第3篇，诗篇第8篇。我来启，兄弟姊妹三甲来应。耶和华阮的主啊，名是传体。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你互伊比天使儿仔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田中的鸟，海内的鱼、
经过海内为路的，耶和华阮的主啊，这是请咱三甲来祈祷。向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你的施果内面，阁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久。虽然由于疫情严重，总是阮看到上帝你无放杀阮，阮看到上帝你眷顾阮，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缘伫你的施果内面得到平安喜乐，阮献上阮的感谢。虽望阮知影，伫世界有缘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度人甲人有真正常的接触，阮甲人的距离，阮甲环境的距离，阮伫遮来远远相见。主啊，阮感谢上帝，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看到你的荣光，互阮会当借着上帝你所赏赐的大自然，你所赏赐的世界，互阮来知影体会到上帝你的疼是无比的大。总是因为人犯罪，误用这个恩赐，至到有时阮伫生活内面无有水阁好的见证，互上帝的名伫遮受侮辱。主啊，请你原谅阮的罪，请你原谅阮，因为人会巧，人会自大，至到这个病毒伫遮来产生。主，阮搁一遍伫遮来思考，阮是毋是会当透过这段时间，好好有一个退到旷野的所在，伫遮互阮会当过着一个搁较清心的生活。主啊，恳求你怜悯阮有病痛的这兄弟姊妹，医治阮伫病床中间的兄弟姊妹，伫阮教会内面有缘有侪侪兄弟伫病床的中间，伫患难的中间，伊需要上帝你的安慰，需要上帝你的扶持。主，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搁较有气力，继续往前来跑走。主啊，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阮，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互阮这个国家的官员会当真正有对顶面来的聪明，顶面来的智慧，伫遮来帮赞扶持眷顾，有好的决策的方向。对伫疫情，对伫国家头前的前途，阮拢献上阮的恳求甲感谢，嘛恳求天父上帝，你持守固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信仰逐方面袂因为阮无实体的聚会，至到阮甲兄弟姊妹甲上帝的关系伫遮来建立。阮反倒转会当透过伫网络顶悬有侪侪兄弟姊妹愿意来学习安怎样使用即个现代的科技，阮伫遮来做伙打拼，努力追求信仰。主，阮感谢你，嘛祝福阮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疫情严重的过程中间，有缘心真正平静安稳，上帝的眷顾、赏赐、祝福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而且阮做阵来荣耀上帝的名。即时，阮要来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安尼感谢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诚，伫地顶亲像伫天顶。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感谢主，互咱继续来看一段的圣经节。记载伫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6节。兄弟姊妹，咱做阵来看这段的圣经节。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6节。我来读，兄弟姊妹，若会使伫线顶，咱嘛会当做阵来读。请使徒自辑就近耶稣，将因所行的教示会拢甲因讲。耶稣甲因讲：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歇困叠仔久，因为往来的人多，连食也袂顾得。32节，因就上船去旷野的所在，家己住。众人看见因去，有侪人知，就对逐个城步行、三脚行，大声因教。耶稣出去看见规大阵的人，就怜悯伊，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则用侪项教示因。第35节，入灭了，伊的学生就问伊讲：这就是旷野，入灭了啊！第节，请四散众人，互因去周围的乡舍，家己买米通食。以上愿主赐福帮赞咱兄弟姊妹会当听趁上帝话来行。即时咱邀请即时咱要来赞美，请圣歌队来学乐。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乎主。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吼，即马差不多有40位的兄弟姊妹伫线顶吼。我是看 FB 顶悬的吼。即马等者无得较，咱伫 YouTube 顶悬吼。细数兄弟姊妹，你有缘会当无需邀请咱伫即个线顶，你若有去你试一个赞吼，用试的吼，毋是干那试迄个伫 FB 试迄个赞，安尼试落伊浮起来迄款的吼。你会当用一个符号，用一个符号，比如讲礼拜的符号，爱心的符号，伫遐，互咱知影讲有大概偌济兄弟姊妹会伫线顶悬所以咱伫为即个5月底一直到即马，差不多个外尾的时间咱兄弟姊妹渐渐习惯伫线顶悬咧做礼拜，咧聚会，咧组织。
会忝袂？兄弟姊妹，牧师咧问会忝袂？哦，你会当伫线顶你回答嘛，无要紧吼。你讲牧师无效咧啊。哦，牧师看即个相影片这样安尼咧看吼，哦真忝安尼。好，会忝袂忝其实毋是重点，佫较重要诶是，咱伫主日诶礼拜时阵，当然咱诶教会会设备吼，会当用甲即个程度哦，感谢上帝哦，帮助咱甲兄弟姊妹诶关系，甲上帝诶无得较哦，咱甲上帝嘛是爱用即款诶方法伫遐来连线。哦，透过圣经上帝话，咱甲上帝有好诶连线，伫遐咱甲兄弟姊妹人甲人中间有好诶连线，咱三甲伫遮来敬拜主，学到上帝。我相信这是真重要诶。哦，来帮助咱会当透过今仔日差不多一个月尾诶时间啊，无得较有诶兄弟姊妹嘛真忝啊，因为咱看手机啊，哦，逐礼拜安尼1点外钟、2点钟咧看手机啊，也是讲。咱看电视，无法度伫实体。当然，咱咧聚会敬拜伫实体当然是看起来佫较舒适。哦，看起来视野佫较好，佫较快。总是安怎？总是咱知影伫疫情遮尔严重诶过程，咱永远爱注意一件事，也就是咱是毋是咱诶心永远伫遮来烦恼，伫遮来忧愁，伫遮袂快乐。因为安怎？因为咱无得较关伫咧厝伤久，想要出去行行是会使啦吼，当然会当出去行，但是咱爱规定政府诶规定，咱爱做好，特别是即马伫屏东诶所在、南部诶所在，咱求主怜悯保守，咱嘛爱为着遮诶事来代祷，求主来保守迄个病毒变种诶即个病毒，人讲诚严重，甚至有诶人讲安尼擦身而过。就钓着啊吼，这毋知是真诶啊假诶，但是咱牧师真毋望咱拢将遮诶物件关起来，咱拍开咱另外诶目睭，另外诶耳孔，伫遮咱来仰望上帝，求主帮助咱，恢复实体诶聚会。我相信实体聚会开始诶时阵，可能兄弟姊妹无有侪人会来甲教会，因为安怎？无得较逐个也搁咧看。恢复实体聚会了后，无得较，咱才会当渐渐真正无论偌久诶时间，才来真正恢复。你看，即个时间咱伫台湾差不多3个月诶时间，即个病症对伫个位数一直确诊诶个位数确诊诶即个个位数了后，一直到即马万外诶遮个百姓得着遮个病。我相信这是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真大诶代志，对你我本身来讲，我相信这嘛是愿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即段时间，无得甲你真正真安静，拢伫咧厝内面真安静，但是有时伫厝内面真安静，嘛毋知影要做啥物，对毋对？嘛毋知影要做啥物，所以求主来帮助咱，牧师今仔日用即个题目退到旷野诶所在。我伫咧 FB 顶悬有将咱诶大纲放伫咧顶悬，咱会当拿参考。今仔日题目即个题目退到旷野诶所在，敢若有2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我相信伫疫情遮尔严格诶过程，现代人咱其实伫厝内面嘛是真无用。特别我伫咧即个咱诶教会诶幼儿园诶群组内面，看到遮诶家长实在是真辛苦。老师幼儿嘛是真辛苦，逐工来即个咱诶幼儿园伫遮甲遮诶小朋友、遮诶囡仔、遮诶家长伫遮互动，永远咧上课，永远透过网络顶悬咧上课。当然地点无共款，照顾诶拢是厝内面诶人，所以真无闲。看到遮爸爸妈妈，有诶爱搁出去上班，有诶当厝内面上班，有诶爱搁选另外一个所在另外一个房间上班，囡仔有倒时仔嘛会吵，要开门你入去吵，遮侪，我看到遮个幼稚园诶家长实在是辛苦。这就是咱有限啦要安怎样真正休困？有人讲我即马疫情我拢伫厝内面啊，真好，逐工咧困，逐工休困，好，
咱困久你就知。我相信这嘛毋是真好诶方法，生活诶模式。总是因为疫情诶关系，咱伫个咱徛起诶土地诶所在，咱伫遮牧师真期待，咱会当有即款诶心情，就是今仔日，本来今仔日是即个咱诶中会议长柯成德牧师要来甲咱中间来分享。因为疫情诶关系，每一间教会拢必须爱家己有制作即款诶直播直播诶方式，所以牧师有讲柯牧师有讲，等疫情过去，时间若稳准伊才会当过来咱诶教会来做分享。中会议长拢真关心每一间教会诶状况所以伫中会诶群组内面，牧师诶群组内面嘛有呼吁呼吁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有缘无放弃伫个即个聚会诶过程咱无论是看家己教会诶直播，看其他诶教会诶直播看侪侪诶人会分享讲道，这拢有利益，求主来保守眷顾咱。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其实有缘真无闲有缘真无闲特别我看到每一礼拜咱诶同工伫遮来做直播诶逐个拢真紧张，伫个即个要开始进行甚至是伫个即个直播诶过程中间，有拄时会出一寡状况，咱无法度伫遐来真轻松来礼拜，所以求主人民帮助咱会当恳求主将即个疫情较紧煞去。按头一点，转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求主怜悯。第二点，咱爱看到迄个需要诶人，伫即个时代特别伫咱诶教会所有诶拢总诶兄弟姊妹，我有看到有几间教会外教派几间教会对伫即个社区有缘有侪侪诶帮助。当然，咱每一间教会有每一间教会无共款诶状态，咱求主保守帮助咱兄弟姊妹看到迄个姊妹世诶需要，感谢上帝互咱诶教会有缘看到几位兄弟姊妹需要帮助即个爱心诶小组伫遮来开会讨论准备来帮助其他诶兄弟姊妹已经有伫牧师有交代落去伫个遮来研究。总是这嘛是一部分这嘛是一部分，亲爱兄弟姊妹，咱继续咧做事工也好，继续咧传福音诶过程也好，一定爱有一个时间是所谓咱今仔日牧师要分享诶，退到旷野诶所在，退去到旷野诶所在。亲爱兄弟姊妹，你要安怎样退去到旷野诶所在？一定有人讲我著安尼，规工无代志做安尼坐咧就好休困就对其实无这嘛无毋对，但是现代人真无闲诶生活敢若亲像咧狗兄爬去你迄个咱咧煮饭诶位仔顶仔顶悬安尼也是讲咱工作一礼拜久了后拜六礼拜日咱若还未有疫情诶时阵，你来看即个野外诶所在、郊区诶所在，拢是人群拢是车队拢是人诶声音车声足压杂诶所以无法度有一个安静诶所在特别咱即马已经拢是受到即个西方诶风俗诶影响毋茫咱拢会当有真侪诶即个拜六也好，礼拜日也好休困诶时间所以政府嘛对咱诚好，百姓拄着迄个拜五拜四放假诶时阵，一工会放假诶拢甲刷来拜六伫遐会当连假有无连续诶假期所以伫遮开始咱看到咱诶环境生活在改变，有人安排即个拜六礼拜诶即个休困诶时间安尼出去佚佗出去佚佗伫迄个佚佗诶过程中间无暝无日伫遐到礼拜一诶早起哇逐个拢真忝伫遐用真忝诶心情转去到工作诶所在所以咱有一句话讲拜一是啥？ Blue Monday， 蓝色忧郁的星期一啦
犹如会拜一，就是安尼吼。可能就是因为咱人有遮个休困了后，佚佗了后，休困了后，伫遐咧拜一工作，煞无开力，精神伫遐来安尼失措，爱受气，伤心伤神，即款的生活好无？亲爱兄弟，我相信一定是无好，一定是无好。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讲：恁甲我来去暗暗去到旷野的所在休困。华语是安尼讲：你们同来，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息休息。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即句话毋是主人对仆人讲的话呢。咱也知影，伫主人对仆人吼，伊真毋茫讲遮下骹手的人，一工到暗拢真正咧无用，真毋茫，伊主人就是出一支喙咧指挥嘛，但是安怎下骹手的人一直无用，一直无用，所以主人其实较罕的叫下骹手的人去休困，所以主人伊巴不得啦遮个仆人下骹手的人一工到暗拢咧无用，但是即句话拄则讲，你甲我做伙来去安静的旷野遐休困，即句话是听咱关心咱的主耶稣，伊体贴咱所讲出来的话，这是出自伊心内面讲出来的话，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人的一生随时拢要对即个真无用的环境暂时休困，伫遐重新搁一遍振作，会当搁较好的工作的态度甲精神。所以其实兄弟姊妹，咱并毋是为着要闪避，伫遐退去甲旷野。这伫教会的服侍，咱定定看到真多真无用服侍的兄弟姊妹，安怎？服侍到最后忝啊，从安怎？从无爱来做咧拜，从离开教会啊，从有做即个原因都无去啊。这就是啥？这就是无正确的退到旷野的态度。所以咱并毋是为着要逃闪插杂伫遐来退到旷野，咱是要甲主做伙伫遐来休困，甲主做伙休困，这是真重要。亲爱兄弟姊妹，对真无用的世俗中间，咱退出来时阵，常时咱退出来，毋是戆戆坐伫咧厝内面，也是困也好，也休困，毋是安尼，是安怎？是咱来到主的面前，只有主甲咱三角伫地。咱才会当真正有迄款的安息，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真重要一句话是啥？你若着我担安怎会当来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咱顶礼拜讲的。所以学习退到旷野的生活，甲是主耶稣甲门徒因伫工作的过程中间，因得到的秘诀，所以真重要。咱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伫遮来学习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6节的所在。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三角来分享的是，为虾米要退到旷野？我着踮厝就好啊，厝可能就是我的旷野啊。为虾米我要退到旷野？其实旷野这两字，旷野这两字是一个清净安静的所在。清净安静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会当甲咱的天父伫遐来沟通，咱祈祷得到快乐的所在，或者是迄个所在会当互咱操练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当甲上帝有亲密沟通的机会。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有即款的所在，即款的所在，即款的旷野的所在。就敢若亲像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顶，伫遐享受真奇妙的灵修了后，遇到一个学生彼得，伊讲：列比啊，老师啊，咱伫遮真好，咱伫遮真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退到旷野就是啥？就是暂时的离开迄个吵杂的环境。迄个吵杂的环境无得讲是真安静的，是安怎？你咧安静咧做代志，但是安怎有真侪资讯入来，地到安怎虽望安静，但是安怎你永远心袂变。
所以这个差杂咱爱搁较了解。所以会当离开迄个差杂的环境，互咱有真正安静的时间，会当默想，会当灵修，会当祈祷的机会。即两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有一阵魔鬼因在主持这个会议，迄个主题是啥？要安怎样互信徒互信耶稣的人冷淡，要安怎样互伊冷淡？有一个魔鬼伊就讲真简单，互因拄着患难的时阵信徒因就冷淡落来，但是因伫遐来讨论，正魔鬼拢讲袂使，这信徒若拄着患难信心愈来愈强。搁另外一个魔鬼就提议讲，安尼好，我有另外一个方法，或者安怎样来祝福这个信徒，祝福了后，每一个信徒拢真好囝，拢真富裕，因若有钱就袂记上帝信心就自然冷淡啊。讲到这个，嘛互这个案嘛互其他的魔鬼反对安尼，因为安怎？因讲信徒若有钱，伊就搁较会感谢上帝，所以最后有一个魔鬼就搁提议讲，最后我想有一个方法啦，上好的方法，就是安怎？就是互因真无闲，一直无闲甲无时间来做礼拜，无时间读册、读圣经、祈祷，所以安尼落去因一定冷淡啊。正魔鬼安尼听了后，认为讲，哇，这是一个真好的价值，大家，互咱大家拢逐工真无闲，至到中了魔鬼的计啦，的诡计。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敢若亲像在讲我，敢若亲像在讲你共款。有拄时啊，咱彼此见面的时阵，也是咧线顶咧开讲的时阵，拢会讲你足无闲的咱来注意上帝在提醒咱，咱伫无闲的时阵，是毋是嘛？因为我拄则讲的即个故事共款，开始对啥？开始对你的信仰开始冷淡。还有礼拜日爱搁聚会，即马搁伫线顶聚会搁较好，线顶聚会我会当安怎？我会当用听的就好啊，手机啊，也是讲迄落囥伫咧边我就听就好啊，开始食早顿，开始做真侪代志，我有听就好啊，开始无专心啊，开始无专心啊，所以这是啥？这是都开始搁无闲，咧一方面咧做礼拜，一方面咧看公司的报表，这嘛拢有可能可能是真侪我相信兄弟姊妹，咱伫线顶也好，咱伫啥？咱伫咱的厝地嘛好，咱伫其他的所在，所以求主来怜悯、保守、带领。所以耶稣就是伫即款的情形下面，真无闲，但是安怎？伊拢有一个时间退到旷野的所在。耶稣找起门徒去传道，当因传道转来了，甲工作的情形，甲耶稣讲了后，当时今仔日看到的即段经节内面咧记载，这群众人数愈来愈多，意思是啥？咧要求哀求耶稣甲因医治啦。耶稣伫遐行神迹，甲因医治，甲因祈祷，甲因安慰，连即个食饭的时间嘛无啊。所以一个人若正常的生活，咱知影休困甲工作拢爱做阵行，只有工作无有休困是袂使，反倒转有休困无工作嘛毋对。所以伫遐若失去即个正常的生活，工作爱休困，休困就是为着工作会当搁较好。所以当耶稣伫遐工作，比到真无闲的时阵，无法度休困的时阵，咱来想看觅，后果会安怎？咱知影出埃及记，而且有记载18章的所在，叶忒罗摩西讲，恁遮的百姓拢要亚神，拢要疲惫啊，拢要忝啊。所以为着要休困，咱必须爱安怎？离开迄个人所带来的吵杂。所以耶稣退去甲旷野，就是这个理由，伊要去甲一个安静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你的旷野伫倒位？
我相信咱拢捌看过病人去探视病人，一个病人，那咱兄弟姊妹一直去甲伊探视，一直去甲看，知影伊咱要关心嘛吼，但是安怎一直去甲看，直到伊无有安静休困的时间，这个病无法度得到真完整的医治。所以真侪病院拢有一个规定，讲一个时间才会当去看病人，这就是要互因休困。所以即使咱的心若看病啊，其实咱相反嘛爱休困。因为咱工作无闲，直到耶稣因为工作无闲，直到伊食饭嘛无有时间，所以因为伊无停困的活动，无有休困的机会，其实是真危险的。无有休困，绝对袂有好的工作表现。就敢若亲像一只车共款，无有添迄个燃料，伫咧遐保养，有即款的机会。所以耶稣伫遐捌责备过马代的无用，伫遐俄罗马利亚的安静。所以一个人若过头无用的时阵，可能发生安怎拄久迄款的危险。伫圣经顶悬的记载，一个油推股，真侪人甲教会伫遐来打瞌睡啊，原因是伤无用，日常生活困眠无够，直到无法度听到上帝的话。所以这是真重要，亲爱兄弟姊妹，来帮助咱头一点。为什么要退到旷野？就是要爱互咱有真正休困毋是讲咱咧休困，又愿爱搁看手机啊，又愿爱搁安怎有做的即个恶杂的代志，伫遮来搅扰咱。咱真正的休困，就是伫一个安静的所在，伫遐来祈祷，伫遐来灵修，伫遐默想。我相信这是咱现代人真正需要，特别伫疫情的时阵，你有看到无？虽然咱看咱的教会，看起来敢若真无用，伊愿抑阁有做，或者咱透过网络即摆咱也会通知咱 FB 顶悬拢有介绍咱咧整建的过程。无输今仔日就无要放送等后礼拜咱无输会再搁放送。咱来看，咱也有上迄个 FB 看咱的教会，虽然看起来敢若真无用，但是安怎？感谢上帝，因为咱会当安静落来思考咱要来的方向是啥物？社区会宣告咱需要一个真好的接待社区的空间，所以将办公室刷来1楼的所在，伫遮咱嘛协助即个幼稚园来做一寡修正改革。本来咱的工程敢若3礼拜的时间。咱来想看觅，以咱伫咱的网站顶悬看，3礼拜的时间，这是安怎？3礼拜的时间实在是真短，要完工真短的时间。但是正着啥物？正着即摆的疫情，互咱搁较充足的时间。感谢上帝，有拄时无输咧想伫疫情来的时阵，就咧想讲咧烦恼啦咱的兄弟姊妹。信仰是毋是有够坚定？是毋是安尼疫情过了后，自会变误的人尔？也是讲咱的奉献也好，咱的即个信仰灵命的生活，牧师伫遮毋是鼓励咱兄弟姊妹一直爱奉献，一直爱奉献是安怎？这本来就是咱应该做的本分。好，我无要搁讲这，就是互帮助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期间，咱就看到教会。犹原咧向前跑走，犹原要为着社区传福音，即个硬体的方面，兄弟姊妹来做礼拜，受造就的课程，咱2楼遐开始改建，有4间教室，那严格讲起来，会当有8间教室，这教室会当搁隔一半，自由的运用，咱会当有搁较侪的时间伫2楼的所在，伫遐来上课。伫遐来分享，所以这虽然看起来是足无用，但是安怎？这就是咱伫遮安静落来，伫遮来思考，来制作。虽然无啥方便，但是安怎？咱会当看到上帝爱帮助咱，透过疫情的过程，嘛，互咱有即款的时间，咱三甲伫遮来为着教会硬体的部分。咱硬体软体拢平平得到进步，这都是啥？
这就是咱即马咧退到旷野咧做诶事。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诶，第一点是为虾米要到旷野，要退去到旷野，都是要有一个安静诶时刻，甲主继续有好诶沟通。第二个，退到旷野要做虾米？咱甲主有好诶沟通，要沟通虾米？要做虾米？主耶稣讲，咱到旷野来去休困一下，歇一歇，休困一下。原文是一句加强诶用词啦，主动休困哦，主动休困，毋是被动诶。哦，毋是讲我需要休困啊吼，我勉强我家己好啦，休困一下安尼。所以这是真有意义诶。哦，通常咱是有闲甲休困，对毋对？哦，有闲甲休困。哦，也是讲工作了后甲休困，但是主要说伊是主动休困，主动休困。哦，伊是工作诶主人，毋是工作是伊诶主，是伊是工作诶主人，伊是休困诶主人，毋是工作诶奴隶奴仆。哦，所以即句话嘛，甲咱讲，遐定定咧讲，哎呀，我吼牧师，我甲你讲，我若做无闲，我若有闲啊我甲来做礼拜。哦，我若有闲啊，我伫线顶，我甲拍开点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亲爱兄弟姊妹，有闲无闲是伫咧你家己诶手内面，你家己爱来去甲控制。无只有等着你倒伫一个所在啊，迄阵啊，甲有闲啊。哦，我相信兄弟姊妹拢知影我咧讲啥物。所以，若安尼耶稣休困诶目的，也就是伫遐来祈祷，伫遐亲近天父上帝，伫遐默想。所以耶稣是惯伫咧工作了后退到旷野，毋是马上就困去啊，念伊就困，毋是，是退到旷野伊安怎？伊伫遐来祈祷。马可福音第1章35节有安尼记载，伊需要对天父领受新诶能力，好爱应付逐工叮当诶工作。因为休困是要为着重新得到快乐，行搁较远诶道路。诗篇46章第10节，46篇第10节有安尼讲安怎？讲爱休困，知影我是上帝啊！即段真好，即段会经节。我毋茫兄弟姊妹会当记起来，诗篇46篇第10节，爱休困，知影我是上帝。所以休困是上帝诶啥？会定律啦。伊所规定落来。伫创造诶特殊内面，其实咱也详细看，创造诶特殊内面是暗时啊安怎？暗时啊大成伫日时。创世纪第1章第5节、第8节、13节、19节、23节，拢有安尼诶记载。暗时啊是为着日时来存在，休困是为着工作诶需要，因为上帝需要咱对安静诶中间定心得到快乐。所以宇宙中间有真侪大诶快乐，是对安静诶所在伫遐来产生诶。咱知影历史中间有真侪大诶人物，嘛是伫对安静诶所在伫遐来做出来。所以上帝爱咱伫无用诶世界中间享受点仔久休困诶时刻，甲上帝交陪，领受伊诶话，诚做咱及时诶帮助。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诶。咱知影以色列百姓，伊每一遍若到真重要诶关键诶时阵，因大心拢安怎？因大心拢安静，因为安静诶中间，才会当听到上帝诶声音，才会当看清楚咱要行达诶代志。你知影，就敢若亲像约伯诶体验，伊讲我伫静默诶中间安怎听见声音讲。约伯记第4章16节，旧约诶中间，撒母耳暗时咧困诶时阵，伊听到上帝诶声音。心灵会安静，甲会当听到上帝诶声音。所以兄弟姊妹，咱退到旷野是一件咱必须爱学习诶功课。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前安怎？伊其实退到旷野40年久诶时间。以色列百姓因要伫咧迦南地成立国家诶时阵，因经过旷野40年诶时间伫遐来磨练。使徒保罗要成做传道者诶时阵，伊先到即个阿拉伯诶即个旷野，阿拉伯诶旷野伫遐来训练3年。耶稣出来传道诶大生，伊去旷野互试炼安怎？
40天，先知以利亚为着要行上帝的大事，伊到基利溪边仔伫遐来领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结论来讲，这两段咱看到的，要退到旷野，就是陪伴咱的心来调剂上帝。退到旷野做啥物？咱调剂上帝，就是甲上帝伫遐有好细正的关系。我毋知影咱今仔日透过这两点，兄弟姊妹，你有学习到讲退到旷野的生活是啥物款？咱会当伫线顶你留言，你会讲，老师我会退到旷野是安怎？我退到旷野的心情是安怎？你会当留言伫顶悬，伫 YouTube 顶悬嘛会使，伫 FB 顶悬嘛会使。我看到兄弟姊妹侪伫遮来进入咧听牧师伫线顶咧分享，牧师互咱一个题目。你退到旷野的时阵，你拢咧做啥物？你安静的时阵，你拢咧做啥物？会当回应牧师嘛知影，所以咱会当学习退到旷野的生活，就敢若亲像鹰鸟重新得到快乐。所以伫即个无用的社会中间，伫即疫情繁杂的中间，我相信兄弟姊妹，咱犹原真无用，所以咱要安怎样透放即款的压力？请咱安静落来，抓着即款的机会，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到旷野的所在。你家己的旷野，你爱找好安静的所在，去甲伫迄个所在歇一歇，休一下。为了即款的需要，阮真毋茫讲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参加拜三暗时的祈祷会，或者是咱每一礼拜，拜二、拜四、拜五、拜六，或者是小组团契的聚会，礼拜日的早祷会，咱拢伫线顶来举行。无得较，你犹原爱工作，但是你犹原会当有一个休困的时间。牧师真期待，嘛毋望咱到旷野的所在，属伫你家己的一个旷野的所在。无得甲迄个旷野是麦当劳，无得甲迄个旷野是你家己厝内面的一个角落，无得甲迄个旷野是啥？是伫教会内面，无得甲迄个旷野，也就是你家己甲上帝真亲密的做伙的时刻。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学习伫旷野的所在，退到迄个所在，伫遐甲上帝相拄。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向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来学习伫即个纷乱的时代的时刻，特别伫疫情遮尔复杂的时刻，阮无得较心会真定行，因为阮却袂记得要安怎样退去到你想事的旷野的所在，伫遐阮甲上帝有真好的联系，有真好的关系。主啊，阮恳求你施恩祝福，嘛眷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退到旷野的过程中间，来经历上帝你大的快乐能力，加添伫阮每一位线顶在礼拜的兄弟姊妹的身上，帮助阮将一切荣光来归乎主，互阮有一个真正休困的时间。我们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犹原起立来回应上帝话，来吟圣诗336首，圣诗336首。天父，我在一生光阴，请咱三个起立来吟全首。你陪我在一生光阴，心里光芒，所以当谁不欢呼，我叫主所爱，不求笑脸喜在我，抓住我在平大天地风华我心，天了金刚的金，我
即时咱准备心来奉献。以前咱知影奉献是咱基督徒的本分，以前将咱奉献的放伫咱家己厝内面准备好的一个奉献箱内面，等待疫情或者来恢复了后，会转来实体的教会，咱才来做奉献。即是咱安静咱的心，或者咱来奉献。奉献煞请咱遮安静面对。就是请咱起立来敬奉献诗歌。请咱三甲来敬。我的一阮的好兄，天出龙潭的情，我的真心的受伤，我天地做起苦。兄弟姊妹，请坐。即是咱来报告，来报告。好，首先咱先来看周间的聚会的人数，以前咱拢是线顶的聚会，伫线顶的聚会，
这人数拢是咱的小组长直接来统计出来吼。好，香柏树12人，就拜三的祈祷会4个人，有花果树11人，葡萄树5个人，橄榄树12人，挂菜种10个人，种子11个人，少年团契11个人，家庭妇女团契14个人吼。国高中的主日学16个人吼，这特别是这个卞老师吼，对伫美国伫遐甲因上课吼，即马卞老师应该是暗时这个10点半吼，10点半时间吼，所以伫遐陪伴这个青少年的上课。好来，咱过来继续看周间的聚会，香柏树小组吼，这是拜日的聚会下晡2点半到4点半在查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少年团契咱游园新暂停的聚会，无花果树小组10点到11点，伫拜四的时间，游园在查考创世纪来。挂菜种小组拜五暗时8点到9点半，葡萄树小组暗时8点到9点半两个无共款的小组有分开咧组织。橄榄树小组是拜六暗时7点半到9点半。种子小组是暗时7点半到9点，拜六的时间咱有4个团契小组咧聚会吼。家庭妇女团契拜六7点半到9点半，少年团契游园是7点半到9点咱伫拜六的所在时间是安尼吼，请咱看咱真想要去倒一个小组团契聚会，请甲牧师讲未参加的，即个咱的线顶的即个兄弟姊妹。请你甲牧师讲，牧师甲咱安排。好，本会的消息，咱游园伫遮来看到7月4号到11号2礼拜教会游园伫线顶咱配合政府总会、中会拢有来函，咱游园无法度伫遮来实体聚会所以咱游园透过 FB 透过这个 YouTube 伫遐来直播所以咱会当将教会的这个 QR code 加入来。或者是咱伫周报顶悬看到过来咱代祷信顶悬嘛有牧师的 QR code 后礼拜牧师佫秀出来兄弟姊妹若真毋茫牧师真毋茫，拢会当将牧师加入好友有的兄弟姊妹可能袂晓用，但是麻烦厝内面的人教一下咱拢加入好友加入好友牧师会伫即个线顶，咱会当佫较侪的沟通伫遮佫较侪的即个信息的分享。来，咱来看第1点、第2点咱游园拢共款改线顶的聚会请咱出外拢一直爱保持即个社交的距离，戴口罩喷酒精，尽量等厝内面游园尽量等厝内面像牧师拢伫即个厝内面来教会，厝内面教会即2个所在加爱买物件一遍买较济放伫厝内面平衡好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安尼就免伤济时间好来第3点，本会改建的工程进入即个木造油漆玻璃的部分请咱看一工一工，一礼拜一礼拜咧进步这无共款的即个状况咱就会当通想咱的心会改变嘛是安尼即个陈年的污垢而且洗互掉，听互遐角伫遮慢慢整修新的物件入来毋通旧的甲新的拢入来咱爱将旧的迄个下互遐角下互掉，所以已经进入即个部分请关心甲代祷。第4点，下晡1点半要召开线顶幼儿园的董事会请咱下当工伫1点半伫线顶伫遮来开会。第5点，下主日咱要召开1点半伫即个线顶中集会，请相关的同工议员伫1点半来准时出席来，咱再来看关怀代祷的部分这真重要。咱疫情的中间佫较需要侪兄弟姊妹提供即个消息教会这边才知影嘛有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因嘛真主动打电话来教会说明讲即马爱需要啥物款的代祷来头1点，咱请为着黄雪珍姊妹咱的双年团契会长听讲暗时昨暗9点外身躯无啥爽快可能是气喘或者的问题即马早起有去病院过去看医生咱特别为着雪珍姐妹来祈祷第2点，咱本会施秋的姐妹
咧伫6月29号，这个其实时间可能阁有改变吼，伊昨已经做这个PCR 的一个检查吼，可能等即几工，等迄个检查若出来，确定会当去开刀啊，马上就入去开刀。感谢上帝，遮个囝儿时岁真有效，真甲伊准备一间房间诶，伫遐互伊好好啊休困疫情虽然有，但是伊会当伫迄个所在好好啊休困。咱为伊来祈祷，为伊来祈祷，癌症的部分会当得到祈祷这个开刀顺利。第三点，阮会艳芳姐妹老爸6月19号过身，请为着遗嘱来祈祷，求主安慰扶持，继续为着教会整建的工程关心代祷。伫厝内面调养的兄弟姊妹徐世贤、曾阿玉、李美仪、曾文德、潘永洲、林玉华、李佩琪、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林敏珠、黄伟如，住院的遮兄弟姊妹排许秀英、魏静婷，外出的兄弟姊妹何伟林弟兄、庄家伟汉、谢惠美姐妹，遮个咱继续关怀代祷特别为因来祈祷。即时牧师就邀请兄弟姊妹咱伫线顶，咱来为着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即个时阵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肢体有软正软弱、肉体欠安的兄弟姊妹，阮特别为因来祈祷，求主固守、帮赞、眷顾，互因伫病床的中间，特别准备手术的过程中间，一切拢顺遂，有上帝你大大的扶持甲祝福。主啊，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阮，因为阮知影阮的肉体软正软弱，有时阮嘛会信心失错去。主啊，求你继续眷顾阮遮个兄弟姊妹，阮特别为着遮个兄弟姊妹来提出关怀代祷的事项，求主帮助阮伫线顶的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迫切为着阮的兄弟姊妹肢体伫遮来关心代祷。主，阮搁一遍恳求你圣神引带帮赞扶持照顾，互伊有健康的身躯，而且早一日会当恢复实体聚会时阵，隆重转来甲教会，三甲伫遮来学乐敬拜主，愿一切荣光归互主。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即时咱来看本周的金句，马可福音第6章31节，咱做阵来读2摆，做阵来读2摆。预备来，耶稣甲因讲：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伫遐久，因为往来的人多，连食也袂固定。搁一摆，耶稣甲因讲：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伫遐久，因为往来的人多，连食也袂固定。愿主来帮助咱退到旷野的所在。即时咱来上营吟512首，咱来上吟512首，请咱起立来吟上吟512首。三甲来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特别甲身躯白疼、肉体欠安、心神软正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嘛祝福阮的教会继续头前跑走的道路，直到天主的面。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做热岛聚会，请兄弟姊妹伫厝内面，咱游玩会当直接来行平安礼，大家互相祝福，愿主祝福。